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古溪江湖社区，11月29，要伫江湖国校的旧校区来举办着社平安节的活动。江湖男女人文协会是带社区的阿公阿嬷做伙来捏大地布，要来布置校园。 大家斗阵甲布摕出来拍，毋过拍了，搁爱拔几落摆，搁捏几落摆，才算是成功。江湖男女人文协会理事长黄文庆就讲，这捏布主要是要配合说落来11月29的社平安节，而且搁用这男女布来做手工地花。 6年前吧，因为社区先有樟湖，我们先用蓝染的这个工坊。 进驻在这个学校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已经搬到新学校去了，然后让这个地方重新活化起来。啊，水较老严啦，拗的我有当时我都摕转厝，光头光尾啊，猛拗安尼啦。社平安节是江湖一年一摆的大代志。今年除了制定以外，阁会当伫国小的旧校区看到阿公阿嬷的创作，邀请民众时间会当斗阵斗热热，嘛来看这水水的作品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